另外，咱台湾和马来西亚警方合作，有抓到一个诈骗机房，专门咧骗中国人，也有海外华人。有19个嫌犯是咱台湾人，昨暗有10个嫌犯和马来西亚遣送回来咱台湾，10个内底有4个是同一犯。桌顶几排手机拢是诈骗工具。马来西亚今年7月顺线侦破一个诈骗机房，总共逮捕49人，包含30个中国籍、19个台湾籍，因涉嫌假冒检警，看海骗中国人甲海外华人。即摆查到跨国诈骗机房，关键伫大马合作，内底上头前的28岁少年嫌犯，2019年9月因为未到判刑16年，加月伊就坐飞机去马来西亚，警方锁定了后，将这份证据转交予马国移民署，顺利抓人，这一先遣送10个代籍嫌犯回国。这次我们提供了这些海外的通缉犯的这个资料，给马来西亚的移民总局，跟他们做情资的合作。那马来西亚的执法单位呢，也根据我们提供的情资，顺利在当地破获了一个跨国的这个诈骗的机房。10月7日，南州密路也捌查到诈骗机房，6个台湾人用真悬薪水诱骗43个马来西亚人，关伫房间，一天只食一顿。警方怀疑2个集团的顶员可能来自同一批人。后续呢，针对这些犯罪者的这些犯罪结构，我们也会再持续向上溯源的去追查。为马来西亚第一批遣返的9男1女，全部送去新北地检署，其中被通缉的4人后续归案。警方也继续追查，甲台版敢破这诈骗手法正同款，是毋是已经复制到国外去骗人？记者综合报道。